说的，从我这里啊，这里要是你们谷的，你们这里啊，那么，在今天第9堂课，俺这里出去南京，呃，多巴哈给，就是那么说的，俺那新给那么各个寺院的僧众们，多哈的，现在是还有各个中心，那呢，还有东西方俺不说的，这次俺谈的上是可以，东西方的法友们，他不用做这边，大看的，反正那么说的给，还有很多的藏族同胞们。这是为什么？是，那么，首先要问候各位。当我们现在是卡上先不看的时候，不到，本来呢，昨天是有课程的，然后今天有课程，明天休息。但是呢，因为要讲的内容有一点复杂，所以需要多一些时间来准备。然后也是希望尽快能够讲到佛教的内容，因为很多人都抱着一个期待哦，希望能够听到佛教的内容。这咋的了呀？公司宣音。所以呢，先跟各位说一声抱歉，昨天没有上课。打这里嘛，打这里有什么这里啊？打，卡上我们虚实没东西，是吧？打这日结严了说。那么，在之前课程中有提到，那么吠陀的六论呢，主要是根据吠陀，那么尤其是梵书发展出来的这些经典还有派系。那么六派哲学呢，那最主要是继承了奥义书的精神而发展出来的这种六种思想，六派哲学。打这了呀。打的就特别穷，搞了呀打，他的穷不的是嘛？那我们多的穷啊的，多的这城市穷的，他也。那么，就像之前有谈到过，首先是经典，经典呢是从这个婆罗门的这些经典中发展出来，然后六派哲学是透过奥义书的精神发展出来的。那么在当时的思想呢，其实是很丰富的。主要当时那么多的思想，是大家都开始去，可以说去臆测，也有很多智者呢去讨论这个奥义书里面的内容。那么可以说是在六派当中的数论派开始之后，那么其他的这些学派呢，它的见解就更加的深入。那么最主要在讨论的就是心跟我的关系，还有世间是怎么发生的、出现的，还有这个世界未来的命运是什么。他们对于这些大的问题就进行了一些很深的研究，所以可以说当时的这些很多的
教派呢，因为最开始是数论派，所以后面出现的教派呢，都受到了数论派的一个影响。那么最后呢，出现的学派是费坦多派。那费坦多派的出现，主要也是为了跟这个数论派的一个辩论、一个抗衡。所以后来费坦多派可以说是非常严谨跟完整的一个派系。尤其费坦多派他创造了一个受到世人称赞的一个叫做犯我如一的这样的一个哲学思想。所以可以说，因为这样的六派的哲学的兴起，可以等于说让整个印度的哲学的体系就完整了。所以后来呢，印度不管在哲学啊、宗教跟文学方面，都可以说领先了世界。总之，在这个时候的思想就不是只有这六派。那么，在有一部中文佛经叫做《梵网经》，但是这部经典呢，在藏传当中并不是很多人知道。总之，这里面就列出说有62个教派。还有呢，在这个阿含经还有这个增一阿含经这个当中就有提到说有96种教派。这些教派在当时其实被当时的人认为是这种有点像邪说邪教，所以这些教派的学说保存到现在的是很少的。然而保存到现在的呢，就只有这个六派哲学了。而其中呢，这六派哲学当中，第一个出现的就是数论学派。所以这个哲学思想呢，可以说是最特别、最耀眼的一个。六派的这个教义都是以这种sutra 经典的这种形式保存，到现在都有。所以它的因为是经典的形式，它的文字非常的简洁。所以如果没有注释，有人去解释的话，仅从这个文字你很难理解。那六派的这种思想以这种经典文字简洁的方式呈现，这样的目的是什么？推测呢，可能是为了方便于教授、传授这些知识，同时呢，也方便这些学生们能够背诵、记忆。因为都是这种简洁，意思是这种像寄诵的形式，而不是长行。所以总之呢，这个时候就是这个思想最
西元前6世纪左右哦，就是那时候思想最重要的一个时候。那当时还有像希腊的叫做毕达哥拉斯，还有波斯的叫索罗亚斯德，还有中国的孔子，印度的还有叫迦毗罗，还有佛陀等等哦。可以看到，大概都是在西元前6世纪这个时候出现的这些思想。所以六派呢兴起的时代哦，那么先后是不确定，但确定的大概就是在西元前6世纪左右。那么在当时，人们世界东西方呢，大家在思考的问题，哲学的一些根本的问题，大概都差不多，可以主要来说呢，有以下几点。比如说，第一点说，在讨论说我是谁，然后我从哪里来的。就是说到这个我，现在你感受到这个我，到底他是从哪里来的？之后呢，又会到什么地方去？这是他们的第一个会其中一个会问的问题。就像之前谈到过，哲学思想它起源于我们的疑问。如果我们没有疑问，没有这种好奇心，没有疑问的话，大概也不会有哲学思想产生出来。接着第二个呢，是在想要探寻的是物质和精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所以如果说有这种存在的物质，还有这种精神世界以外的灵魂，如果真的有的话，那这又是什么？然后再来，世界它是什么？就像我们现在有时候眼睛看到的、经验到的，我们大概觉得这个是不是就是世界？因为我们看不到其他的东西。当然，是不是还有很多不是我们的肉眼或者我们这种感官能经验到的世界？再来，这样一个广大的世界，这样一个宇宙，这个造物主是不是有一个造物主？然后这个世界不停的在变动。举例来说，像是这个日升日落，或者说四季的这种更迭，那么到底是什么力量在推动了这样自然的一种变动？这第三个问题。第四个，当时的人们在想的就是说，如果说有这么一个造物主，那么这样的造物主到底是怎么样的造物主？是怎么样一个样子？他是神吗？他的个性是什么？为什么他们要那样问？因为他们发现世界是不平等的，有贫富的差距，有这种种姓的，比如说等等的差别。那身份的不同，为什么会有这样不平等的苦乐的这种遭遇？所以也会去探讨到这个造物主到底他有没有慈悲心，同时也继续问这个造物主到底
它是有形还是无形的。再来呢，最后他们探讨的就是一切的这些罪恶的根源是什么，就是谈到善恶因果的部分，善恶的部分。然后同时也讨论到究竟的快乐到底是什么。那是不是究竟的快乐是指说有一个所谓的极乐净土，有一个最终极快乐的地方是可以去的。所以当时的人们哲学根本问题大概就是探讨的是这一些。但这当给他家给得住了有个出来呀。那么那刚刚是大概谈到说全世界的很多哲学思想。那么回到印度，在当时呢，印度主要尊崇的是吠陀的思想。这些被尊崇吠陀思想的被称为是正统派。他们会认为说，这个正统派就是一个正确的清净的派别，而那些不尊崇吠陀的呢，就被称为叫做非正统派，甚至被说为是邪说。那么所谓的正统派呢，最主要就有6个。这个就是这里我们要讲的叫6派哲学，是当时尊崇吠陀思想的6派正统派。那么到底这个所谓的正统跟不正统，它是如何去界定的呢？那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那么我们可以参考一部很合适的一部这个著作。那么就是有一个印度的僧人叫做摩达婆 Madhava 这样子的一个人，他大概是14世纪左右的一个人。他呢就撰写了一部叫《一切见集》，它里面很细节谈到说有16种宗派等等，总之各宗各派的情形都有记录。那因为他自己是吠檀多派的，所以呢，他里面也提到了，也记载了他身为吠檀多派嘛，所以以吠檀多派来看对这些教派的一些评论，同时呢，也去排序到底这些16种宗派各宗各派他们是正统的还是非正统的，他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然后进行了一个排序。所以这里列出来的就是
这个排序的内容。所以你看到这个排序哦，排序最前面的就是顺势外道、顺势派，它的差异最大。换句话说，就是它跟吠陀的思想是差异是最大的。所以从这个排序可以看到，顺势派、顺势外道，它就是跟吠陀思想是差异最大的。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佛教的思想，然后慢慢的排序下来，这个耆那教、胜论派等等，最后一个就是所谓的瑜伽派。这里并没有把吠檀多派放进去，因为他自己这个作者，他就是吠檀多派的行者的人，所以他并没有把自己放进去。换句话说，你可以看到最接近正统思想，就是吠陀派的思想的，就是瑜伽派。再倒数，然后再接近一点就是数论派。所以这个吠陀的思想，所以从这个排序看出来，透过这个表格就可以看得出来。总之呢，我们现在在谈的是教派学派兴起的时代，也就是这里主要6派哲学的时代。这个时代可以说是印度呢这种黄金时期。这时候呢，他们对于很多的仪式啊，还有很多的法典，还有很多的这种文法，然后音韵文法这些，都去做一些编辑整理。而且呢，对于这一些像是之前有谈到过这些数学啊，像是几何这些内容，他们也更深入去做了研究。甚至呢，尤其是我们这里谈到的哲学啊，那更是有这种长足的进步，然后出现了非常非常多的学说跟见解，而这些见解也真的就是可以说孕育跟发展了这个佛教。所以当时的这个环境就是这个样子，是非常的，等于是非常的精彩的这样的一种学术，大家都这样发展的一个时代。当然，就佛教，我们有时候会说那个时候就是所谓的外道，但是从真的历史看，那么其实佛教也是因为当时那么精彩的这么多的哲学思想，有这样子丰富的一种思想的自由的这种像卓越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可以说孕育了之后佛教的很多思想。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也应该要很感恩这个吠陀的这个文明，这些思想，就是吠陀这些文明思想也是值得我们去感恩的。所以在这么多这种丰富的思想当中，其中像数论学派，它是由一个叫做迦毗罗他所创立的这个数论学派，然后还有像是释迦牟尼佛创立的这个佛教，
的这些思想，像这几个思想都是可以说整个印度这个思想最丰富时代的最主要的典范。你两之前呢，嘛这边没说是，这不行不长。大项目里啊，可大项目里啊，那这个的可啥，多个接触个的日行动啊，这些都是。那么接下来会进入介绍这六派。如果说仔细来说的话，那可能真的每一个派别都要说2-3天。但因为我们这次的主题不是六派哲学，所以最主要呢是简略的主要介绍六派哲学它的整个背景，并不是我并没有想要特别的深入去讲。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可能再比较仔细的为各位再解说。那么尤其像很多佛学院的学生，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可能在我自己也会多做一些研究，针对这些当时六派的这些哲学内容啊，然后再跟佛学院去讲。那么六派当中第一个出现的数论学派，它是可以说印度的哲学体系当中最古老的了，甚至从世界的角度去看，这个数论派它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哲学的一种系统。那么这里桑卡中文叫僧趣这个词哦，僧趣就是数论它的梵文僧趣桑卡，其实在很早之前就出现过，在奥义书当中就有出现，而且对这个字有不同的解释。然而最早的字面的意思就是计数，所以呢，世界上可以说在研究这个数论这个思想哲学的一个泰斗吧，他叫做噶尔比，叫加伯，他是个德国人，他就曾经说，为什么数论派被称为叫计数呢？最主要是数论的哲学，它主要的思想就是二元论，还有25谛思想。然后呢，他就以这些数量来解释所有世界万有的事情，所以呢，被当时别的学派笑他就是很会记数字的，算数字的一个派别，所以就叫做计数派，或者就是计算数字的这个派别就计算数字的派，所以叫做数论。那么数论派的开创者是谁呢？他就是叫嘎比拉，就是叫加毗罗。那么藏文它翻译成 Sega， 它有就是有点灰色的意思，因为它的皮肤色是这样子。他有一个弟子叫做阿修利，在他的弟子叫做波什科，所以这3位是数论派最主要的这个人。但是呢，他们3位在数论这样的思想上，到底谁的地位比较高，或者谁的比较低现在还不是很确定，
因为并没有他们看不到他们的传记。但是呢，后来的人们特别把这个 Kabila 就是迦毗罗呢，特别的尊崇他，甚至把他当成像神一般的来膜拜。而你看到当时讲那么多的哲学学派，但其他那些创始人都没有受到这样的一种当神一般的待遇哦，但只有他受到这样推崇。那为什么说大家都只有对这个迦毗罗呢是这么样的推崇？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哦，可能就是数论学派是当时就像刚刚说过，它是最早可以说历史最为久远的这样的一个派别。所以这个仙人呢，迦毗罗仙人，他甚至比佛陀还早1个世纪就变得非常出名。他的身份是一个学者，他也是一个宗派的创立者。但是呢，就他真正传承，把他的教派获得他真传的人是很少的，所以后来他的思想啊，并没有发展成为一个宗教。一般我们会说，像佛教啊，像藏传佛教，我们会说会有像4大宗派，譬如说中观派，我们会说它是一个思想，但它并不是一个真的所谓一个教派，所以有点像这个样子。当时的数论派，它就是一个思想，它并没有成为一个宗教，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数论学派真的是一个非常久远的早的一个教派，而且影响非常的广，但是它并没有发展成为宗教。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数论派它的经典是什么，最主要依据的这个根本经典是什么。那么印度的6派哲学呢，一般都有自己这个派别的根本经典，而且呢都会以经的 sutra 的这种形式来写。但是数论派哦却没有这个经，他们有一部著作是一个颂，但是能不能算是经还有不同的讨论。所以总之呢，数论派它最主要依据的一部经典圣典是一个颂，叫做数论颂 Samkhya-Karika。 它是谁写的呢？是叫做自在黑。梵文就是这个 Ishvara Krishna， 它叫做自在黑。这个作者是大概西元4、5世纪的一个人。那么另外还有一部著作就是数论经，刚刚是数论颂。有一种说法说它就是由迦毗罗，就是那个创立者所写。但是对于这一点，这些学者还是有一些争论的。首先他们这个怀疑的原因是因为在古老的那些数论经典当中并没有提到过这部数论经。
如果是由他的创立者皮迦罗所写的话，那么自然就必须要其他的这些古老的数论经都应该引用这部经，但都没有。再另外一个原因是，里面有非常这种浓厚的吠檀多派的思想，所以很多人会认为说，这个数论派第二部典籍叫《数论经》，它其实是由吠檀多派的人所写的，而且成书时间大概在西元9世纪，甚至是14世纪才写出来的。那么前面有谈到过一个德国的著名的学者叫加伯，他就说这个《数论经》呢的年代成书的年代最远，就说最早不会超过西元1380年，最晚呢也不会超过1450年。所以这个数论派里面的这个叫《数论经》，到底是作者是谁，还是有争论的。那另外，数论派还有这个很多的经典有叫注释本，最主要有出名的有7部，就是对于数论颂的这个注解有7部。那这里我也没有时间一一去讲。那么在中文大藏经里面有一部典籍叫做《经70论》，那么这是被一位叫真谛三藏翻译成中文的。어다 콩게 제샤베 럼베 웬시기 제베게 다든 가자 너디 공방에 이제 아니 자신 제죠 봐. 다디 나로래야 럼베 양다데 버시 양네 양도 송구여 봐. 왔다 데레. 在解深密经的一部注解当中，总之有一位韩国僧人所写的解深密经的注解中就有提到这位真谛三藏。那为什么会提到经70论呢？因为这个就是数论颂的一个中文版。有这么一种说法，但是呢，对于这部由真谛三藏翻译成中文的《经70论》，它到底是不是就是刚刚说那个自在黑所写的数论颂还是有这个不同的有一些争论的。那么数论派它主要的义理，简略来说，它主要就是所谓的二元论。也就是说，整个宇宙是这2大本源产生的。一个呢是叫做神我，这叫做 Bruce， 也有翻译成我或者士夫。他是一个知道者、享受者。另外一个呢，主要的本源呢叫做自信，它是一个可以说是一种原质，就是最初的一个物质。所以总之呢，一个是这种比较心上知上的一个东西，另外一个是物质上的东西。所以主要数论派认为是由这2个而产生，一个叫神我，一个叫自信。那这里面也有提到很多具备3性或者叫3德这些内容。那因为我们这一次不是主要讲外道的这个他们的见解所以我是看了很多，也准备了很多可以说，但我想这里就先不细讲。因为如果太简略讲，有可能搞不懂。
但说的太细的话，时间又不够，所以这里就不多说。所以总之，数论派它的思想就是一般我们说叫二元论。那么一个就是所谓的一般叫神我，就是指精神性的东西，它是一个知者、享受者。再第二个就是所谓的自性，它是指一种物质最初的物质。那会说，而我们现在经验到的世界都是由自性所产生的，这是原初的物质所演化出来的。再来第二个派别呢，就是叫瑜伽派。那么首先刚刚谈到数论派，他们会认为他们不承认神，或者说他们不认为有一个造物者，但是他们也不是说完全否定神，只是认为说神是不可知的，所以他们是具备这样一个观点的，这是数论派哦。所以呢，也因为这样的一种有点像缺陷哦，觉得神是不可知的，所以当时大众并不是很支持这样数论派的一个思想。所以这时候，为了弥补这样一个缺点，就是神是不可知的这样的一个缺点，因为当时的人是信神的，所以瑜伽派就出现了。他其实这个教派呢，是可以说继承了数论学派的这些教理，然后再加上了对于这个神自在天的一种信仰。而且当时还加上了一些这种瑜伽的这种观行，这种修持。所以总之，这个瑜伽学派它的理论还是依据数论派，只是在修行观行上增加了一些瑜伽的一些观行。所以换句话说，瑜伽派它在哲学思想上并没有特别自己的另外的有价值的一个思想。有时候因此我们可以把瑜伽派它给它一个名称叫做有神论的数论派。那么在这个森林书还有奥义书中你都可以看到瑜伽这个词。所以其实瑜伽，一般说瑜伽这个词呢，它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了。然后而且在一个叫摩诃婆罗多这样一部经典当中呢，就有提到很完整的成熟的瑜伽的思想的这样的内容。所以在这样一部叫做摩诃婆罗多当中呢，这个瑜伽派它就出现了。然后他们认为说这样一个瑜伽体系它是由帕坦加利，也叫做波颠舍利，他建立起这样一个瑜伽体系，因为他撰写了一部经，就叫做《瑜伽经》。但是呢，这个作者就是潘达加利波颠舍利呢，却没有他的历史，他的生平是不详的，所以这是他最大的我们说印度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历史是很缺乏的。但是呢，很多一些学者的研究它是大概
他们觉得之前我们谈到有一个叫帕尼尼、波尼尼这样一个4世纪的这样一个人，他写了一个著作，就是马哈巴加扬，叫做大书，这样一个对于文法一个出名的著作。很多学者研究觉得说，这个人就是波尼尔帕尼尼，他就是这个波颠舍利。从这个来推测的话，这个建立瑜伽思想的这个人波颠舍利，他大概是西元前1世纪的人。但是呢，还是有些人对于瑜伽经到底是不是他写的，还是有一个疑问。譬如说，一个学者就认为说，瑜伽经它应该不是某个人一个人独自完成的，而是其实有很多很多各种小小的瑜伽派里面有很多很多小的经典，所以是透过很多人很长时间多少年来汇集而成的。然后瑜伽经不断经过这样的编辑之后，到了龙树菩萨那个年代，就是西元2、3世纪，才比较有完整一个瑜伽经的样子出现。但还有另外一个说法，这个瑜伽经大概是西元5、6世纪间的汇集而成的。那最主要就是有这么多不同的说法，就是因为印度就是它在历史上是各种这些是比较缺乏的，所以不容易说清楚。那么这部瑜伽派最重要的经典，我们就说叫瑜伽经，它分为了4品。那么第一品呢叫做三昧品，再来叫方法品，再一个叫神通品，再一个叫做独存品。那所谓的独存品最后一品，它内容大概讲的是解脱。因为数论派会认为说解脱就是达成一种独存，就是因为最后只剩下一个神我独存、泛我独存的一个概念。总之呢，有这样的4品。首先第一个三昧品，瑜伽派的这部瑜伽经的第一品。三昧品它谈的就是禅定，也就是透过禅定的修持，你能够控制自己内心的各种的这种起伏、各种的活动，而达到的一种境界就叫做禅定。那么你如何能够达到这种禅定的状态呢？就是你能够掌握自己的心的状态，就是必须不断的去练习。而且同时这是很重要的是，你要具备对于这个自在天，就是他们信仰的神的一种前进之心，然后达到一种融合的状态，就叫做瑜伽的状态。再来第2品叫方法品，就是谈到就是达成这种融合状态的就是瑜伽融合状态的方法。这里有提到有8种方法，主要有3个，就是叫做入坚固、入禅跟入定。他们觉得这是瑜伽派这个修行的精髓。那么如果达到了这样的境界的话，就能获得神通，而且能够脱离生死，然后得到最高解脱的境界。再来呢就是神通品，第3品，它指的就是透过了这样的修持会得到一种神通，它包括了能够知道过去未来，那么甚至能够耳听八方，能够感知到不同的这种界，就是6道不同的道、不同的界等等，不同的他界，还有甚至能够跟鬼神沟通，
有很多很多这些特殊的神通的能力。所以你会看到这里就是禅定啊，很多的方法啊，神通，这个是数论派没有特别提到的，但见解上来讲还是依据数论派。所以总之呢，瑜伽派它的义理真的跟数论派是几乎没有动数论派的思想。然而唯一不同的是，因为数论派认为说神是不可知的，所以呢，瑜伽派呢就在这个上面加上说，这个承认自在天就是 Ishvara 这种天这种神叫自在天，所以呢，数论派称为叫无神的数论派，那么瑜伽派就称为叫做有神的数论派。那么在藏文的一些这些论点当中，有时候也没有特别提到叫瑜伽派这个词比较少，反而比较会称为就叫做有神的数论派，那指的其实就是瑜伽派。但是呢，这两派还是有一个最大的差别，就是什么呢？就刚刚说瑜伽派呢，它还确立了一个叫做自在天，也就是在数论的认为有这种叫做神我跟这个所谓自性原值之上有这样一个神。那但这里神我跟自在天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这里就不细说了。总之呢，这个瑜伽派它是将数论派的教理加上了对于神的一种信仰，然后呢，很完美的结合在一起的这样的一种学说，这个就是瑜伽派。所以这样的这种教派，这样的说法其实就很受当时的雅利安人的这个喜欢呢，因为这个雅利安人就是很喜欢沉思嘛，很喜欢去思维这些哲学的义理，但同时他们又很信仰神，所以可以说这个瑜伽派在当时就瞬间的就被这个弘扬开来，广传出去，就有很多很多的信徒。但是呢，却不好的情况就是当时很多一些人很迷信，所以就像我们之前谈到说，那时候就有很多咒术的这个开始，就像四吠陀当中有谈到这个咒术嘛，可能那时候对于这些禁咒啊，这些秘法，他们为了今生的一些目的而很沉迷在这些咒法当中，所以在瑜伽派当中也提到了一些这些咒法。刚开始其实好像并不是大家重视的重点，但是后来很多人因为对于这种秘法的一种沉迷，所以甚至会用很残忍的方式去举行各种的祭祀。所以可以说后来瑜伽行派呢就不再受到当时人们的这种信仰了。所以这个派别很特别，它瞬间就可以说兴起，但是又很快的它就可以说是灭亡了，就不再受人信仰了。好的，那我们这里先休息半个小时。好了，说他的呢，多给的路呢，苏巴的还是啥呢？那么六派哲学当中的
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叫正理派。那么这个派别呢，主要它谈的是有关叫做正理，或者说叫做英明正理这样的一些内容，它也可以是所有这些正理英明的最开始的这些内容所以被称为叫做正理派。那么这个正理派的创始人是谁呢？那么一般来说是一位叫做乔达摩·果达玛的人，他创立了正理派。那么另外有一位仙人，他叫做阿克沙巴达，叫做足木仙人。那么到底这个所谓的乔达摩跟这个叫做足木的这个仙人是不是同一个人？那还有不同，还没有定论。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在印度的这个古仙人当中有3个人都叫做乔达摩。第一个呢，就是所谓的经典，之前有谈到过，就是这种叫 Sutra 经典的编辑者。第二个就是正理派的创始人。那么第3位叫做乔达摩的，就是释迦牟尼佛。所以当我们提到说乔达摩的时候，其实要注意到底指的是谁。所以不一定乔达摩指的就是释迦牟尼佛。那么可以说他的这个名称呢，那么这个足木仙人或者说这位乔达摩，他因为是正理学的这个创始人，所以也叫做英明学的创始人，所以他在古代佛教学者之间是很广为流传的。但是同样的，印度因为不注重历史，所以呢，这位乔达摩他到底是什么时候的人呢，也是不清楚的。但是呢，推测大概是从西元前150年到西元50年之间出现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么尤其呢，在一部叫做《正理经》就是这部经典当中，某一卷他有提到说有16句义的解说。那么在解说16句义解说的时候，有批判到了佛教中观派的这个龙树和他的弟子的一些思想，所以推测大概是同时期或者早于他们之前的人。那么这里就谈到这个正理经那么这个正理学派正理派最主要的经典就是Nyaya Sutra， 就是正理经。那么据说呢，这部经就是乔达摩所写的，总共呢有538个颂文，总共是5卷。那正理经它最早的一部注释本大概出现在西元5世纪。
那这个注释本呢，它是有一位叫做伐叉耶纳的一个人，他有写一部注释，就叫做《正理经》的注。而这个人呢，叫伐叉耶纳呢，他是比陈挪早的，大概是跟世亲菩萨同时代的一个这种精通正理或者说精通英明的这样一个大师。所以我们说这个正理或者英明最开始就是所谓的这个六派哲学中就有了，然后之后这个英明学或者说正理学呢，大概在5世纪以后就在佛教当中有很大的发展。那主要呢就是因为当时有佛教的2位大师，一个陈挪一个法称，他们出现了，就弘扬了这样的内容。而这2位大师他们最主要就是把旧的英明或者旧的正理，就是指这里正理学派的内容去做了一些更改，然后重新去做解释，那么而产生的这个英明，这就称为叫新的英明派。那么现在印度的还有的称为的英明或者正理派，却是跟当时陈挪跟法称建立的新英明又不一样。那么总之现在的印度的这个正理派他们甚至参考了很多这个陈挪的内容，所以从现在的印度的正理学派，现在的可以看到很多佛教的这些内容在里面的说法在里面。那么这位乔达摩呢，可以说他最大的一个贡献就是他整个理论是透过了这个叫16谛或者说16句义论而完整了他的理论。他的整个理论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了解这个真实，或者说了解这个真知是什么。那么尤其正理派它最特殊的一个地方，就是他提出了叫做比量的这样的观点。那正理派里面的比量，其实就是在英明里面我们会提到叫做5分做法。那么这里投影呢就有特别投影出来这个5分做法是什么。那么首先是宗，就是说对面山上有火，这是一个宗法。再来原因，因是什么？是因为对面山上有因。再来比喻，就是冒烟的东西都有火，就像是灶，就是炉灶。再来对面的山上有烟，那么这是一个河。所以最后就是成立了，就是所以那里一定会有火。所以它有5个部分，然后来证明推理。那么如果将5分做法前面的2个删掉，或者将后面的2个删掉，
其实就跟你会发现跟这个亚里士多德他提出的内容是一样的，他提出一个叫三段论的内容是一样的。但是你会发现这是很特别的，这两个完全是发生在一个在东方一个在西方的思想的说法，但是提出的你看说法是这么的相近，甚至是完全一致，所以很多人就会产生一些疑问了，是不是很多人一些学者就开始研究这应该不就是巧合吧？或许呢是有这种因果关联呢？但是却没有很多确定的这种文献可以研究。但是推测来说，第一个就是说，首先是印度出现了这样的说法，然后才是希腊提出的三段论，所以印度比希腊早。然而第二点，印度的理论比较起来，希腊的三段论它的这种水准是更高一些的。因此呢，他们推测有一个说法，这个亚历山大大帝他的老师就是叫做亚里士多德，他因为也跟印度是有去过他有这个学过印度的这些东西，所以他学了印度的这些正理，然后他自己又非常的这个聪颖过人，所以呢他就去发展出更完善的水准更高一些的三段论，有这样的一个推测。那么这是简略的讲了一下正理论正理派。再来六派当中的第四个，我们叫做圣论派。那么就像我们前面谈到为了要弥补这个数论派它有一种缺点，所以数论派的缺点就是认为神不可知，所以为了要弥补这个数论派的一个这样的缺点，也为了去可以说消弭当时的人们对于数论派的一些批判信仰，所以瑜伽派就兴起了。同样在这里圣论派我们这里讲的圣论派也是为了弥补这个正理派的一些缺点而这种兴起的。所以这就是这个圣论派它开始的主要一个原因，就是弥补正理派有一些没讲清楚的地方。那么这个圣论派的创始人他叫做Kanada，叫做加纳陀，他也叫做赛如普Kanabuj 有这样的名称。所以那个赛如普翻译的意思就是10米斋，然后再来还有它另外一个名称叫做乌鲁库，就是叫做修流，是一种这个小猫头鹰。那首先为什么它叫做赛如普呢？就是10米斋呢？最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加纳陀卡纳达呢，这个圣论派的创始人，他在苦行在森林中的时候，他总是会去捡别人留下来的那些米的屑来当食物，所以它也叫做10米斋。那为什么它也叫做乌鲁卡优楼加，就是叫做修流这种就是小猫头鹰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有些佛教学者认为说，他就是因为透过修流的声音而领悟，或者这种叫推理六句哦。但是他们自己的教派并不会这么解释，说是一种修流，是一种这种猫头鹰哦，而就说乌鲁卡它其实是它的族姓。总之，另外一个形容解释，一些学者解释卡纳达就是加纳陀呢，卡纳它虽然也有这种米的意思是有，但是它也有这种很细微维系原子微粒的这种意思。那么这个教派它的经典呢，最主要就是叫做《圣论经》，这是由加纳陀他所写的。但是同样这部经呢，它的时代也是难以确定的。一部分来说，印度很特别，它没有这种历史记载的习惯。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说，他们很注重背诵跟记忆。那也就是因为他们很注重这个记忆背诵，所以后来的人就缺乏了这种文字的记录，而那些可能背诵的人也没有了，逐渐就没有人再背了，那么文献又没有。所以就算当时能够背得非常的清楚，但如果后世没有这样的文献文字留下来的话，这些后来的人也没有办法做任何的研究。但是呢，这些学者还是去研究啊，发现说这部《圣论经》啊，它的年代应该比佛教还早。另外一些人认为这部经是出自于2世纪初，甚至是更早，西元初。这部经呢，它有10卷，有370个寄颂。那对于《圣论经》最早的一个注释本，它呢是有一个叫做殷赞的这个人，他所写的一部叫做《摄句义法论》这样子。同时据说还有更早的2个注释在解释这个《圣论经》，但是现在都已经散失了，是见不到了。所以现在能够见到就是由这位叫做殷赞的人所写的这个圣论经的解释。总之呢，圣论派它的义理在讲什么？他会认为有一种叫极微，就是世间万物都是有这么一个极微组成，而世间呢就有很多很多无数的这种不会变异的这种微尘。那这个微尘它有的时候会聚在一起，有的时候又会分开。那他们认为说有一种就是不可见的一种法则，或者不可见的一种力量在背后推动着它的集和合，这种离散，集合跟离散。所以也因为这种不可见的法则，这种力量影响之下，然后就形成了世间的万物。所以圣论派他们认为说，没有什么这种神创造出任何东西，就是极为这种它的聚合有分开，然后透过不可见力量的影响下而形成了万物。所以从这点来看，就是圣论派的核心，它其实在讨论的是事物还有这个力能量物跟力的一个关系。所以有一些学者认为说，这个
与其说它是哲学，还不如说它是现在来说是一种物理学，甚至有些人认为它是印度最早开始的一个物理学派。这是简略讲了一下圣论派哦，大概是这样。再来第5个叫做弥曼差派，弥曼萨。那么首先我们要有一个知道，就是前面我们谈到了数论、瑜伽、圣论、正理，就是印度6派当中的正统的前4个，他都承认吠陀，但是呢，他们的理论却不是直接来自于吠陀的文献。而这时候，所以弥曼差呢，它有分前跟后的弥曼差哦。这个弥曼差派，总之它就继承了，可以说完全依据的是继承的是吠陀的那些经典的思想。所以他们会认为说，这个前后2个弥曼差这样的学派思想，在印度的哲学史当中被认为是正统中的正统，就是最纯正的了。所以刚刚有说前跟后弥曼差，其实就是只有一个派别，但早期来说没有差，没有分，就是一个统一的派别。但是后来就分成叫做弥曼差派，这是代表前。后来就出现的后弥曼差派就叫做吠檀多派，这是第6派。总之呢，为什么第5个这个弥曼差派它后来会又分出了叫吠檀多派呢？是因为当时思想都是认为是无神论，而且很多排斥这种祭祀。但是呢，当时呢，只有这2派哦，是就像前面就是其他当时的思想，总之认为都神是不可知啊，或者说没有造物主。虽然说有各种的仪式，但是他们觉得并没有一个真的这种真实存在的神啊。但是完全认为没有神或者没有这样的因果，没有神的是这个叫做顺势派会这么说。所以总之当时思想是这样的，就是说无神论，神不可知，而且也不太喜欢这种祭祀仪式。但是呢，还是弥曼茶派却是特别可以说还是保守的，就是想要保持这个吠陀的传统跟思想。因为他们这一批人，他们是非常的保守，他们觉得这个吠陀的思想一定要传承下来。而且那时候他们看到说，这个像数论派，他们就将各种奥义书中的梵的想法，他都完全破坏了。然后他们也看到那时候佛教的思想也有嘛，佛教又开始说这个仪式没有用，然后佛教也认为说这个众生平等，种姓是平等的。所以当时就是数论跟佛教的思想是非常的影响是很广的。所以呢，这个弥曼茶派他就特别呢要保守，想要保护这个仪式。所以这是弥曼茶派哦，前的弥曼茶派叫做前，后来的那一派就叫做吠檀多派，后的弥曼茶派。那这个吠檀多派呢，它主要就是希望传承奥义书的一些内容哦。
所以后来也成为了这个印度的很重要的思想的内容，印度教的思想的内容。总之，这第5个教派弥曼插派呢，它的创始者叫做 Jaimini， 叫做格米尼这样一个仙人。那么同样他的生平呢也是不清楚的。一般认为他是这个西元前的200年，他那时候写了就是这个弥曼插派很重要的一部经，就叫做《弥曼插经》。但是是不是因为出现了这部《弥曼插经》，所以出现了弥曼插学派？就是这个也是很多学者还在争辩的，也是没有很确定的。但是如果从中国佛教的汉译佛经里面的内容来看，因为这个弥曼插派的名称呢，从中国佛教汉译佛经看哦，它是很晚才出现的名称。最早第一次出现，最早出现是在这个清辩论师写的一个叫《般若灯论释》当中有提到，还有呢，另外在第7世纪的法称论师的一部著作叫《金刚争论》中也有提到。所以这样来看，这个弥曼插派它的时间形成大概是西元前5、6世纪，一直到西元后5、6世纪，所以很长时间完成了这样一个教派。那么这部弥曼插经，它总共有12章，然后它有60个节，然后颂文有2742个颂文，所以它是非常大部头的一部经哦，是6派哲学中最多的分量最重的一部经典。你看其他教派当中最多就是几百个颂，没有超过1000个颂的，它竟然有2700个颂。那么对于这部弥曼插经的一个注解现在还能看到的最早的一部呢，是由一位叫夏巴纳萨巴拉他所写的，就是它就叫做夏巴纳的书文。后来呢，他们会说这个由这个萨巴拉他所写的这部书文呢，是可以说研究弥曼插派的理论最重要的一个基础。而他在里面就是说为什么弥曼插派后来分成前跟后变成了费檀多派，它的是什么样的理论造成了这样的一个分化，它里面写的非常的清楚。那么弥曼插派它在讲什么呢？它主要提到的是身为人有一些义务，这里的义务它强调的就是吠陀里面谈到的各种的仪式，这就是我们的义务，一定要做。那刚刚好，就是我们好像在对这个寺院里面各位在讲，你们就最重要就是仪式嘛，法会仪式。所以弥曼插派它的重点就在强调说人应该尽的仪式上的这种义务，所以他们的经书中谈到的都是这种不同的仪式，还有呢劝说鼓励人们要做这样的仪式，而且解释每个仪式的重要在哪里，重要性是什么。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弥曼插派他说它是哲学派别，还不如说它是一个比较强调仪式的这样一个派别。
所以他们非常的保守，注重吠陀跟吠陀仪式。他们这样不断非常尊重吠陀的结果就是，他们会认为说，就有一种声音，他们认为这种吠陀的这种声音哦，就是恒常不变的一种声音。所以后来呢，弥曼茶派它也被称为叫做声论派，很注重声音的这样一个派别。所以虽然弥曼茶派哦，你可以看到它没有这样子的太深奥的理论，那么主要注重的是仪式。那如果是这样，它为什么还被归类在这种叫哲学六派当中呢？那么虽然是的，它对于教义上没有太多深入的说明，但是呢，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方式是这样，他们先呢会说出以前的经论是怎么说的，然后接着呢他们提出疑问，然后呢再对于他们所提出的这些疑问再提出一些论述，然后去证明这些疑问是不需要的，都是错的，然后最后就会有一个结论，就它有这样一个论理的这种次第，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所以它也被归类为哲学六派之一。大因为我da dinner visesh da phaji dinner visesh da tene da niwa de phaji shuna zge yu sare sam sam rosh chason niwa de marda da di garsa minam sab niwa de shubina da de garsa。 那么再来就是讲第二个弥曼茶派，就是后弥曼茶派，它后来就成为第六个哲学六派当中第六个，叫吠檀多派。那么就像刚刚谈到，他们本来是同一个嘛，就是弥曼茶派就一个，但后来就分裂了。那么最主要呢是弥曼茶派就是前派，它主要针对这种很多祭祀礼仪的部分特别的强调，所以它称为叫前弥曼茶，也称为叫做叶列叶弥曼茶。然而呢，再来吠檀多派，就是后来的叫后弥曼茶派呢，它主要强调的是这个奥义书中的这些哲学思想的内容，所以它被称为叫后弥曼茶，或者叫做迦那弥曼茶，就是智慧的智智弥曼茶派。那么尤其这里谈到吠檀多派它是对于这个吠陀里面的这种梵的概念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所以它也被称为叫做梵弥曼茶。总之呢，在这里谈到的印度六派当中，哲学当中，吠檀多派或者刚刚说前弥曼茶派跟吠檀多派这两个，他们最能够代表婆罗门的精神。所以我们可以说弥曼茶派这前面谈到第五个派别，它是主要谈的是礼仪方面的印度教，他们都成为后来的印度教。弥曼茶派就成为礼仪上的这种印度教，而吠檀多派呢比较是
着重在成为后来思想上的印度教这样子。那么到底他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分裂的呢？同样也是很难说出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是如果透过文献去看，你会看到在梵经当中呢，有谈到说一个人生的目的这样的一个主题。那么这个弥曼叉认为说，人生究竟的目的呢是祭祀。那么但是呢，这个费坦多派认为不是祭祀，而最主要是解脱，就是人生的目的。弥曼叉派认为是祭祀，然后费坦多派认为是解脱。所以总之在这个观念上的一个是解脱，一个祭祀的不同，而分成两派。那么很多学者认为，这样的费坦多派它真正的成为一个体系是在西元前后那时候建立的。那这个开山祖师是谁呢？他叫做巴达罗衍那，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皮耶舍。那这位先人呢，大概是西元前1世纪的人，但同样也是没有太多清楚的记载，生平是不清楚的。那在这个教派当中，有一部很重要的典籍叫做《圣教论》，那么它的作者叫做乔图波陀古达巴达。那么之后呢，这个费坦多派的一位智者，甚至是对于很多哲学都非常有学识的一位大师叫商杰罗。那这位商杰罗呢，他甚至创立了一个叫做依据梵经他成立了这个费坦多派，费坦多不二一元论派。总之呢，从这部圣教论，还有从这个商杰罗他之后写的注解当中，你会看到里面受到了很多佛教的影响，很多佛教内容在里面会看到。甚至呢，商杰罗他谈到的梵和佛教里面像佛教中观派所提到的空性内容是非常相似的。所以甚至连费坦多派自己的人都说，这个商杰罗大概是一个隐藏的佛教徒，就是外在说好像他是一个所谓的外道上是一个这个费坦多派的人，但他其实内在他是个佛教徒。那这部分是很有意思的，但这次时间也没办法讲太多，之后再说。所以总之呢，后来所谓的费坦多派，还有就是商杰罗成立的费坦多不二一元论派，可以说现在印度的很多思想都受到了这个费坦多派的影响。那么费坦多的主要的经典是什么？就是梵经。那么这是有一位叫做巴多罗衍那所写的。虽然说费坦多派主要依据吠陀，但它主要依据的典籍是奥义书，还有就是梵经，然后还有一个叫做 Gita 这样子的三部的经典是费坦多派最主要依据的。那其中呢，最主要依据的又是梵经。
所以梵经里面说的这样内容总之是他们最主要依据的。那么这个梵经呢，它总共是可以说有4章，也叫做4编四章，四编里面又分4个部分，所以总共再来就是有555个颂。这部经呢，它是6派中最晚写成完成的一部经，大约在西元后了。在座很多僧人可能有的这个西元前、西元后，可能你们都搞不懂，因为怎么西元还有西元前？因为有一些僧众你们可能因为没有去学校上过课，所以这部分西元前后这个明天再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有这样分类。总之呢，吠檀多这个词在更早之前，像是在森林书还有这个奥义书当中都出现过。那么这个吠檀多派呢，它是认为说是很多神的，它是一个泛神的教派。换句话说，对不起，泛神它是指说一切呢都是这个梵天所现，最后也都回到梵天当中，就是普遍一切都是梵天，都是这个神。所以这个神它都已经不是一个所谓的这种天神的神，它是指的一种真理或者一种实际是真理。那么总之呢，这里前面数论派呢是认为那个神我跟自性是二元论嘛，分开。然后圣论派呢又把这个我跟即为又分开来谈，神我又有一个还跟即为又不同。但是呢，到了吠檀多派的时候，会觉得说还有一个叫所谓的神我大我，还有跟这个世界可以说是没有差别的。总之这部分就不多说。总之吠檀多派也被称为叫无二，因为他认为没有太大的差别，无二派。那这部分就不多说。那最后可能做一个结语吧。所以以上呢，简略的讲了一下印度的6派哲学。那我是看了很多的这些文献，一些研究，但真的没有时间全部讲完。所以总之呢，概括来说，数论派是什么？它主要谈的重点就是什么叫做原初物质，什么叫原质。然后他们认为原质变现出整个世界。接着瑜伽派认为呢，在这样的事物之外，还有所谓的神存在。接着正理派，它主要谈到的是透过了我们叫做正理，或者说这种论理因明的方式，然后去探寻而找寻真理。接着圣论派，他认为说有一个最维系的叫做即为，所以整个世界无常的世界就是由这样的永远不会变的即为变成的。接着就进入到弥曼叉派，他很强调，他很保守，他很强调的就是祭祀的仪式，同时还有他那种
论理的这种研究的方式哦。再来呢，费坦多派呢，最后认为说世界都是泛的一种形式，所以它是无二的，就说泛和我是结合是统一的。所以总之呢，这里你会看到圣论跟瑜伽这两者算可以归类在同一类，这两个。那么因为呢，这个瑜伽派它主要都是依据了数论派的这个内容，所以数论跟瑜伽可以说是归在一类。那么瑜伽派在补足数论派认为神不可知的缺点之上，他又补上了一个叫做有一个自在天。然而瑜伽派自己来讲，他并没有太深的哲学，因为依据都是数论派，所以总之呢，一个以理论为主，一个以实践为主。数论以理论，瑜伽与实践，所以呢，会把两派好像视为是同一个教派是一样的。接着再来有两派也可以归在一类，一个就是正理派，一个是圣论派。就正理派，你可以看到好像主要讲到很多正理啊、英明，但最终他也是谈到要解脱。而圣论派呢，他谈到的就是强调的是这种即围城的这种东西。所以总之这两派呢，他们的关系也是非常的紧密的，所以也算在一类。再来最后两个叫做弥曼差派，它是主要注重仪式、祭祀，所以你很难真的说它是哲学派。但费坦多派主要是依据了奥义书的思想，它主要是在理论上，所以这两个又算是一派。总之呢，这里谈到六派，但其实两组可以归纳为三派。所以首先两派数论这个数论派，譬如说它似乎是这个神不可知，所以还有所以最后呢，被认为说真的承认是有这种神的说法是费坦多派。所以总之呢，这是为什么后来印度教特别重视费坦多派的思想。那么上面我们谈到的这个六派哦，他们的时间啊，是不是都比佛教早呢？因为我们这次放在了接着要讲说佛教之前，讲说学派教派兴起这个六派嘛，但是不一定的，不一定六派的时间是比佛教早。日本的一个学者叫 Kimura Taikin， 就是木村太贤，他说他发现费坦多派、瑜伽派、圣论跟正理派里面的重要的著作、代表性著作其实都有受到佛教影响，所以他认为如果将这个六派全部都看成是原始佛教之后的内容，也是没有不行的。同时呢，这里你看我们这次讲是把六派合在一起讲，但是呢，所谓六派的这样结合在一起讲的这种说法，
视为一个群体的这样子来讲的这种说法，其实在中国和日本的当中的这些佛教经典当中，也对六派其实没有这样统一来讲的。那么都是零星的，你会发现在很多这些论点中，就是零星的提说有这个派那个派，但是都没有把它归类成一个这就是六派哲学。所以呢，这种六派结合在一起的说法，其实是比较靠近我们后代之后，就是近代才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现在我们会说是这个顺序但是按照以前的很多这些典籍里面零散的说法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顺序不见得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顺序。但是呢，是到了比较之后，那么才有这些印度的这些智者将这样的派别变成六派一起的来说。但是这次呢，主要是因为讲解上方便还是将六派合在一起来讲。那么今天就讲过了六派哲学，那么要在一天当中这么短时间中讲完这样子的六派哲学是不容易但还算是完成了。但因为昨天没有上嘛，所以时间有些改变。总之明天呢还是上课然后再变成后天是放假，8号是放假，然后再来9跟10上课，11休息，就是9月11号休息，然后12、13号再上课。本来是12号结束嘛，但现在就变成13号也要上。如果一直这样增加课程下去，可能会没完没了。但就是我想就是到13号。所以明天可能会讲一下这个顺势派。那么还有就是所谓的耆那教。那么在讲解完这2个派别之后，就进入佛教。所以佛教讲佛教的大概还有4、5堂课吧。总之这一次还是我想不要赶。因为以后还有这样的机会是不知道，那意思就是把握这样的机会好好的讲。这次讲课的像是就是乌龟龟速进行，然后一直无法进入到密乘，虽然目标是密教源流，这也是最开始的一个想法，但中间的确因为还是要把背景讲得清楚一些，那本来计划想就简单讲一下，介绍一下整个背景，但现在发现这个真的变得很龟速，因为得讲的背景还是很多。
但总之，今天把哲学六派大概的讲过了，慢慢应该很快就可以进入佛教的内容。那么这一次今天的六派哲学真的是不太容易。那么因为我看了很多的文献，而且是不同语言的一些文献，有英文的、中文的，甚至还有日文的一些文献。有些语言我自己还可以读得懂，但有一些没办法，就得问一些朋友。所以甚至真的为了准备这次课程，1分钟都没休息。今天好像就是简单的说了一些，但其实还准备了很多。所以其实只是讲了其中的很小一部分，准备的内容中的很小一部分，大概是这样子。好，那我们就做课诵回向。